大家好，今日華仔為大家帶嚟一個超值樓盤推薦。佢位於布碌倫日落公園旁邊，喺華人最集中嘅黃金地段之一嘅七大道。呢個地段往中帶靜，交通便利。我哋從啲車站行過嚟，只係需要幾分鐘時間。呢度係華人聚居核心，生活配套齊全。而日落公園更係黃金地段，地皮非常之緊張。呢次豪庭地產開發嘅稀缺新康斗上市發售，地點超靚。無論你係想買嚟自住，仲係用嚟投資收租，升值都穩陣，係投資首選嘅最佳選擇。640尺嘅舒適空間，間隔實用，精裝交付。每個單位已經配備煤氣爐、冰箱、空調，仲有埋洗衣機、乾衣機、洗碗機，樣樣齊全。現時建築成本及關稅上揚，物價持續上升。呢個稀缺樓盤係豪庭地產喺加價前建成，所以售價將比起市面新樓盤更有價格優勢，無論自住或投資出租都非常抵。呢個稀缺新康斗一共有10個單位，一梯2戶。值得注意嘅係呢部電梯可以直上樓頂，陽台景觀開揚，視野開闊，景觀靚，晨曦日落一覽無遺。華仔喺呢度見到自由神像。喺海外擁有一個溫暖嘅家，一直都係我哋華人嘅夢想。一個安心、實在可以承托未來嘅地方，就係從一個好樓盤開始。節目嘅最後，華仔再重複一次，呢個樓盤除咗價格上嘅優勢之外，地理位置優勢就係鄰近地鐵啲線，步行幾分鐘即達，通勤快。而隔籬就係著名嘅日落公園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公園入邊設有免費游泳池、運動場，周邊生活配套完善，地點超正，投資自住都係理想選擇。如果你有興趣想了解詳情，歡迎聯絡豪庭地產，佢哋專業嘅團隊將為你提供一站式服務。